有一種粉末，價格不到7元人民幣，卻可以從根本上分解你其中所有下水道堵塞問題。無論是頭髮、油脂、肥皂殘留、生物膜，還是多年喺管道內部積累嘅黑色淤泥，都可以喺一次過夜處理後被清除乾淨，無需請水管工，亦無需向管道中倒入任何酸性清潔劑。美國嘅管道服務行業規模高達1700億美元，全國最大嘅排水服務公司奇特水經營車輛幾乎遍佈每個社區，僅清理一次家庭下水道堵塞就收費喺約1600到3000元人民幣之間。化學管道清潔劑市場每年超過180億元人民幣，主要被兩種產品主導。佢哋喺設計上往往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從而讓用戶喺下個月繼續購買。而呢種唔到7元人民幣嘅粉末，能夠從源頭上解決堵塞問題，卻幾乎未有任何廣告，未有顯現嘅貨架位置，亦不會被任何大型管道公司提及。因為佢會直接破壞整個行業依賴嘅重複收費模式。美國環保署低調咁將其推薦為最安全且高效嘅管道維護方案。許多獨立水管工只會把佢推薦俾信任嘅客戶。餐廳同醫院每日都係使用同樣嘅煤技術嚟保持商用廚房、下水道、隔油池同廢氣處理系統嘅暢通，而無需依賴化學清潔劑。但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從未聽說過呢種方法。呢個係一個關於煤粉如何從根本分解下水道堵塞嘅故事，亦係一個價值1700億美元行業唔希望你知道嘅真相。歡迎嚟到禁止探索。如果你係冇訂閱，請點擊訂閱同提醒，因為呢類我哋揭開呢啲被行業長期忽視嘅方法。而家讓我哋把時間快返1923年，因為你今日反覆遭遇堵塞同埋高昂維修費用嘅根源，起始於一個人喺自家車庫中嘅發明。呢個人叫李明，佢喺1923年創造咗最早嘅結晶型管道清潔劑。呢種產品由氫氧化鉻、鋁雪同埋硝酸鉻組成。當佢被倒入堵塞嘅管道時，氫氧化鉻會引發劇烈嘅化學反應，釋放熱量同氣體，並產生強腐蝕作用，從而快速分解有機堵塞物。佢確實有效，而且見效好快。但其中存在一個關鍵問題，可能李明當時並未意識到，或者並未重視。氫氧化鉻係一種強腐蝕性物質，能夠分解有機物，呢個亦係佢能清除堵塞嘅原因。但同時佢亦會對金屬管道產生腐蝕，對 PVC 接口造成長期損傷，並喺使用過程中釋放刺激性氣體。如果靠近觀察，可能會對眼睛同埋呼吸道產生影響。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呢類產品曾經使用一句廣告語：每周一次，管道暢通。只是理解呢一句話嘅含義，就係需要每周重複使用，因為堵塞問題會不斷出現。呢個並唔係一次性解決方案，而係一種持續消費模式。1965年，呢類產品被大型企業收購，隨後喺1992年再次被整合。如今市場上銷售嘅升級版本，價格約喺60到110蚊人民幣之間，其主要活性成分依然係氫氧化鉻，亦都係100年前車庫裏使用嘅同一種強件，只係換咗包裝同名稱。另一種主要競爭產品則採用含氯化合物作為主要成分，其作用方式係對堵塞物表面進行氧化處理，但無法深入滲透由頭髮、油脂同生物膜形成嘅致密核心結構。呢兩類產品共同佔據咗市場主導地位，但佢哋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一旦問題被徹底解決，用戶就不再需要反覆購買你過去購買嘅每一瓶此類清潔劑。喺配方設計上都需要喺30到60天之內再次使用。呢個並唔係偶然，而係一種經過長期驗證嘅產品策略。自1923年以嚟已經累計創造咗巨大嘅市場收益。而當化學清潔劑不斷優化呢種短期效果模式時，另外一條完全不同嘅路徑正在實驗室中超然發展。喺20世紀後期，研究廢棄物處理嘅科學家發現，一啲天然存在嘅細菌，尤其是芽孢鹼菌屬，可以產生多種酶，用於分解複雜有機物。呢既是佢哋嘅能量來源，亦是佢生存方式。頭髮主要由角蛋白構成，係一種結構穩定嘅蛋白質。油脂
由脂類同脂肪酸組成，喺長溫之下容易凝固，並附着喺管道內壁。肥皂殘留則係清潔劑與硬水中嘅礦物質反應形成嘅界鹽，會像水泥一樣附着喺管道表面。生物膜係一種由細菌、蛋白質同埋多糖構成嘅連性結構，佢附着喺管道內壁，係各種堵塞物逐漸堆積嘅基礎層。家庭管道堵塞中嘅每一種成分，本質上都係有機物，而產生酶嘅微生物喺適當條件下可以逐步分解呢啲物質。呢種過程唔係通過強烈化學反應將堵塞物推向管道深處，亦不是僅僅處理表面，而係通過酶嘅作用將其逐步分解為更簡單嘅分子結構，從根本上減少堆積。呢啲微生物會通過加熱代謝，將堵塞物喺分子層面逐步分解，並最終轉化為水同埋二氧化碳，隨着水流自然排出。呢啲細菌唔會腐蝕 PVC 管道，亦都唔會損傷銅管、鑄鐵或鍍鋅鋼管。佢哋唔會產生需要通風嘅刺激性氣體，對化糞系統完全安全，因為佢哋本質上如處理生活廢水所依賴嘅有益菌群，屬於同一類生物。呢度有一個關鍵細節，值得每一個家庭認真關注。當第一次酶處理清除已有堵塞之後，呢啲有益菌會附着喺管道內壁，形成一層穩定嘅微生物膜，並持續分解之後進入管道嘅有機物。喺洗咗時掉入嘅頭髮，會喺殘結形成之前被分解。清潔同埋烹飪過程中產生嘅油脂，會喺凝固腐咗前被降解。肥皂殘留會喺與礦物質結合形成硬球之前被分解，從而避免逐步堆積，導致管道變渣，甚至完全堵塞。呢個意味咗管道逐漸具備自我清潔能力，唔再似使用傳統清潔劑咁樣喺30天後再次堵塞，亦都唔會喺60天後重複問題。通過每月一次、成本極低嘅維護處理，堵塞問題可以長期唔再出現。接下嚟，內容將從科學原理轉向一個更值得關注嘅現實。喺繼續之前，需要說明這一系列整理嘅背景。呢段視頻只係一個開始，許多長期未被廣泛傳播嘅管道維護方法已經被系統整理喺一個完整資料中，方便普通家庭理解同應用。其中包括一套完整嘅低成本管道處理流程，逐步講解如何針對唔同類型嘅下水系統進行酶處理，從浴室、洗手盆到廚房處理器，再到淋浴地漏同地下排水口，同埋彎管結構嘅拆解說明，幫助你了解水槽下方彎管內部嘅實際情況，並學習如何在10分鐘內清理多年積累嘅污垢，而無需專業工具。仲有一份關於化學清潔劑嘅分析資料，解釋常見產品喺配方層面為何需要反覆使用，以及其活性成分如何喺長期使用中對管道材料產生影響。同時亦包含不同材質管道嘅保護方法，說明哪些清潔方式真正安全，哪些被標注為安全，但實際上可能帶嚟隱性損傷。通過一份簡單嘅月度維護方案，可以讓家中所有排水系統長期保持通暢。每月成本唔到7元人民幣，從而避免頻繁維修。對於突發嚴重堵塞，亦有一套應急處理流程，可以喺一夜之間完成疏通，無需使用可能損傷系統嘅化學物質。呢啲內容被整理為多個獨立指南，結構清晰，重點明確，方便直接應用。視頻內容只係其中嘅一部分，後續內容將繼續展開。如果你已經睇到呢度，你對管道堵塞嘅本質同埋解決方法嘅理解已經超過大多數家庭用戶，可以將呢啲信息分享俾身邊曾經反覆維修卻問題依舊存在嘅人，讓更多人了解更有效嘅方法。接下來呢一部分係整個內容中最關鍵嘅環節，將從實際角度解釋為什麼相關行業好少主動提及酶類清潔方案。美國管道服務行業每年創造約1700億美元嘅收入，係規模龐大嘅技術服務領域之一。全國範圍內有超過13萬家相關企業，僱傭員工超過70萬人。喺所有管道維修服務中，大約70%到80%都屬於緊急情況。呢個意味着用戶往往喺問題已經嚴重時才求助，時間緊迫，幾乎未有議價空間。當維修人員報價時，大多數人只能接受對於家庭常見嘅堵塞
譬如洗手盆、淋浴排水口或者廚房下水口。疏通費用通常喺約700到1900元人民幣之間，具體取決於地區同服務公司。全國知名嘅管道服務品牌，其收費通常更高。標準機械疏通費用一般喺1600到3600元人民幣之間。如果堵塞發生喺主排污管道，費用會提高到2500到4700蚊人民幣，而使用高壓水流清洗則可能達到3200到7200蚊人民幣。如果再加上管道內窺檢測，費用係會增加1400到2500元人民幣。如果係喺週末或者節假日進行緊急維修，還需要額外支付700到1400元人民幣嘅附加費用。一次週末夜間嘅嚴重堵塞，好容易讓家庭支出超過4000到7000元人民幣，而且呢個係只係一次處理費用。跟住來係一個關鍵邏輯，解釋為什麼煤類粉末喺家庭維護領域好少被主動推廣。機械疏通只係解決咗一個結構性問題，佢通過打通堵塞形成通道，但並不會清潔管道內壁，亦都不會去除附着嘅生物膜，更不會分解附着喺管壁上嘅有機層。呢啲殘留會繼續積累，使管道內徑逐漸變窄，從而喺數週或數月內再次形成堵塞。於是用戶再次聯繫維修人員，再次支付費用。呢個循環不斷重複，呢一種反覆收費模式正係家庭排水服務嘅重要經濟基礎。如果維修人員教你使用煤類粉末，咁一個原本可以反覆產生收益嘅客戶將會被永久性失去，因為煤處理不僅清除當前堵塞，係能從源頭減少後續堵塞嘅形成。不到7元人民幣嘅處理成本，可以替代行業中一次次收費數百甚至上千元嘅短期方案。無有任何行業會主動放棄自身嘅收入模式。大型管道公司亦會推廣一種會讓核心服務失去需求嘅方法。化學清潔劑行業同樣遵循這一邏輯，其產品設計本身就依賴反覆使用。市場上嘅主要品牌由大型企業生產，擁有龐大嘅廣告預算同優先展示位置。呢啲產品被放置喺超市同埋建材店嘅顯眼位置，持續影響消費者選擇。全球管道清潔劑市場規模已經超過150億元人民幣，並預計喺未來幾年持續增長。相比之下，米類清潔產品雖然被相關機構推薦，亦被部分專業人員使用，並廣泛應用於餐飲同醫療系統嘅排水維護，但喺消費市場中嘅佔比非常少，因為佢哋幾乎無有主流宣傳。常見化學產品通過廣告不斷強化認知，而煤類產品往往被放喺唔起眼嘅位置，甚至無品牌標識，好多人經過亦都唔會注意。呢種信息差並非偶然，而係一種長期形成嘅市場結構。跟住來係具體操作方法，而且建議盡早開始，因為每延遲1週，管道內部嘅有機物沉積都會進一步增加。第一步，喺附近嘅日用品店、五金店或線上平台購買煤類管道清潔粉或顆粒，查看成分標籤，確認其活性成分為細菌培養物或產酶細菌，通常為亞孢杆菌屬。如果產品主要成分係氫氧化鉈、硫酸或含氯化合物，應避免選擇，因為呢啲屬於傳統化學清潔劑，長期使用可能對管道材料產生不良影響。第二步，選擇家中排水最慢或問題最明顯嘅一個下水口，將推薦用量嘅煤粉直接倒入排水口。大多數產品每次使用量為1到2湯匙。第三步，加入少量溫水，只需將粉末帶入 P 型彎管即可。P 型彎管位於排水口下方，係最容易形成堵塞嘅位置。溫水可以激活微生物，啟動酶嘅產生過程。第四步，喺至少6到8小時內唔好使用該排水口，過夜處理效果最佳，因為微生物需要連續時間完成附着、繁殖同埋分解有機物嘅過程。呢個亦係煤類清潔與化學清潔嘅本質區別。化學方法作用迅速，但係效果短暫。煤處理係需要一定時間，但結果更加穩定。第五步，第二日早上用溫水沖洗約30秒，觀察排水情況。如果之前排水還慢，你會睇到明顯改善。如果堵塞嚴重且已經積累多年，可以連續3晚重複處理，讓微生物群體充分建立，
並逐步分解全部堆積物。第6步，當排水恢復順暢之後，每月使用一次，約1湯匙作為日常維護。呢個可以持續補充管道內嘅微生物群體，使到新進入嘅有機物喺積累之前被分解。呢樣整個家庭每月嘅維護成本唔到7元人民幣，1年嘅費用甚至低於購買一瓶長筒清潔劑嘅價格，而後者只能暫時處理一個排水口嘅問題。需要說明一個重要限制，因為真實信息比誇大更有價值。醚類清潔劑只對有機堵塞有效，例如頭髮、油脂、肥皂殘留、食物殘渣同埋生物膜等。呢類物質係家庭排水堵塞嘅主要來源，但佢無法處理由硬水形成嘅礦物沉積，亦無法分解進入管道嘅樹根，更不能清除掉落喺管道中嘅固體物品，例如玩具、瓶蓋或者屑品。喺呢啲情況下，確實需要專業人員或機械工具進行處理，但喺實際生活中，大多數家庭堵塞都屬於有機物堆積類型。針對呢類問題，醚類粉末不僅係一種替代方案，而係喺多個方面更具優勢。成本整為傳統方法嘅數1%，對管道材料更安全，唔會造成腐蝕，對人體更安全，唔會產生刺激性氣體，對環境更友好。其分解產物主要為水同二氧化碳，更重要嘅係佢能夠減少堵塞再次發生，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唔係短期緩解。呢個亦相關行業較少主動推廣呢種方法嘅原因。一啲大型企業長期唯有呢一問題建立咗完整嘅產品體系，而低成本方案卻能夠從源頭減少需求。呢啲方法並無消失，只係一直冇被廣泛關注。佢們存在於基礎知識之中，存在於專業人員嘅經驗中，亦存在於科學研究嘅結果裏面，只係大多數人冇機會了解。如果呢段內容讓你有新嘅認識，可以分享俾身邊曾經反覆處理堵塞問題嘅人，讓更多人了解呢啲簡單而有效嘅方法，亦有助於減少不必要嘅支出。後續內容將繼續深入更多實用技巧。